如何預防死於疾病？點樣預防死於疾病？世上最好嘅醫生就喺體內。The best doctor is inside you。而家好多人唔係死於疾病，而係死於無知。到底係對乜嘢無知呢？係對健康知識嘅無知呢？仲係對疾病嘅無知？定係對生活方式嘅無知？研究咗近幾十年都市病嘅高發性及年輕化，發現咗一個秘密，一旦諗通明白，能助人無數啊！舉個簡單嘅例子，請問大家食肉同埋食蔬菜，邊一種會令血液變得黏稠呢？因動物性蛋白質帶嚟脂肪膽固醇，血液黏稠就容易導致疲倦、記憶力下降，而蔬菜、植物都有蛋白質同纖維，更容易消化同埋減低身體負擔。我相信你唔使問營養師都知道係肉食會令血液變得粘稠。可係當孩子發育、運動或高考前，好多家長日日總係俾孩子食多啲肉，問題就嚟啦。血液一旦黏皺，就容易缺氧分沉，隨之酸性體質就易疲勞，孩子嘅反應就開始變慢、遲鈍，考試發揮失常。呢啲習慣行為正係需要重新學習認知同改善。呢科目叫生活方式醫學，連大學都有教㗎，根本已經唔係秘密啦。喺中國，早喺2500年前已經喺《黃帝內經》中記載，呢啲都係生活智慧啦。藥食同源、非藥而癒、人如其食等理論，先至係我哋要實踐，係預防性治療，否則去到驗出有病已太遲啦。呢啲先至係無知啊！而現代醫學用西藥嚟控制驗血指數，稱為治。點解叫做治？因為係將不適及患處解困紓壓。而中醫大夫咧，俾我哋睇病叫做調理。點解同樣都係俾人睇病，中醫同西醫竟然用咗兩個不一樣嘅字眼呢？簡單說明，調理係以東方醫學理論揾出病因嘅源頭而加以矯正平衡，係喺上游下功夫，唔係長期食藥嚟守住下游。我哋再舉個例子，我哋每個人都有五臟六腑、11個器官。有一日若果一個器官生病咗，一般建議俾身體食西藥，呢個係好易被接受嘅一個開始。當我哋為咗呢一個器官投藥，同時亦都等於俾成個身體都喺度食藥，所以其他嘅10個器官，你估係受益定係倒霉呢？同樣嘅道理，當你為咗一個感冒、咳嗽、過敏、血壓高、血糖高、失眠、抑鬱以及各種基礎病越食越多藥嘅時候，到底係受益定係倒霉呢？大部分人會忘記藥物嘅說明書上面寫嘅係有副作用嘅，除咗會傷肝、傷脾、傷胃外，仲會消耗每日僅有嘅營養素，而令抵抗力下降，日漸衰退。喺呢一個不斷重複惡性循環發展下，所以最終大多演變成併發症，而唔係原先有病嗰個器官。我哋再嚟睇下去醫院睇病嘅流程，大多每次都要抽血化驗，以驗血報告作為健康指標，並以藥物控制其在安全範圍內。大家有冇發現，當你嘅血液偏酸係由肉食導致嘅，身體排唔走，變成做尿酸高。三白吃得多，消化成糖類物質，叫做血糖高。外食外賣嘅油脂類物質特別吸收多咗，叫做血脂高。健康行業把佢稱之為垃圾或者係毒素，呢個名稱唔重要，重要嘅係佢指嘅係同一式，污染係因，指數係果。當我哋發現呢啲指標高嘅時候，若果唔改變飲食習慣，縱使呢啲指數降低咗，但垃圾依然堆積㗎嘛。藥物並冇將血液中嘅垃圾俾清理掉嘅，而只係加減劑量把指標俾調正常罷了。喂，朋友啊，我哋點解咁怕指標呢？而唔怕血液有垃圾堆積咩？因為指標唔理想，可以瞬間要人嘅命，而垃圾毒素堆積咗幾十年你都唔知。
更好笑嘅係，好積極咁食藥，只求可繼續食到更多元兇。有冇諗過觀念冇解決，就算你搭咗橋、裝咗支架、花咗幾十萬手術，以後仲係會復發嘅。奉行素食就係喺清理血液、天天排毒，係生活方式醫學，係預防醫學。若不改變習慣，只靠一世食藥，反而更多毛病接踵而嚟。最後俾大家總結一下，調理身體有3部曲。第一步，先調乜嘢呢？一定係我哋嘅觀念，因為你連字語調到底有乜嘢區別都搞唔清楚。觀念通咗，亦就意味住你明白咗，離健康就近啦。咁第二步，調理乜嘢？係你嘅生活習慣，因為呢個魚池裏邊嘅垃圾係你自己訂嘅。你每日有錯誤嘅生活習慣，熬夜、飲酒、食肉、食生冷等。我知係難嘅，要應酬，要就朋友嘛。但有冇諗過他日大家都可能變成病友添啊？咁第3步先至係調理身體，觀念一轉，習慣一改，再揾專業指導點樣補充營養，應用精準高效補充品。咁喺30日內可感受到分別，90日能夠反映喺報告上面。呢啲立竿見影功效就係由改變觀念及習慣開始嘅。健康其實離我哋好近，能夠做到知與行嘅統一，先至係將健康掌握喺自己手啊！